风林了本那嘿啊，客家了来种啊，种民了来亲那土啊，梦中了共啊。trong núi đô thế na sẽ là cao trong đô tô na 我迄枫林的客家人，人都了国字。我细细个带进苗栗，我5岁个哈来到东埔花莲。枫林的客家人，因为迄最穷苦的客家人，来到枫林之后，他甲各古国上忙耕田，上忙做事情。所以客家人就大家都约好讲，安尼过好去来过日。了到做强的、苦强的个学生，优秀好读都轻松。上到讲就因日靠读书来反省。大家家庭痛苦，只有现证，看有哪一家好搞，读书不是钱的。所以，该东西枫林的字帖，大家都非常流行，靠时帮好搞。读书是反省的机会，也是枫林高中多一年。他讲人的精神是做日等的，叫做忠心好志，做两件事。会读书耕田，所以影响到那个客家精神，大家都唔会唔记得啦。